话说乐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乐器，如果有人拿乐器请你帮忙顾一下，结果一个扑隆隆把他踢倒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就特别想出来，你他帮我倒钩一个无啦？好啊，反正我没有女朋友也蛮闲的，可是我鸟鸟没吸收哦。听讲哦，有一个乐团哦，跟他在争贝斯手啦。我这边有一片很便宜的牛肉啊，赔钱。反正这里卫生纸不用钱，多拿一点回家擦屁眼好嘞。我拄好是叫伊赔我8万1啦，你分2万我就好啦。我没洗手，请你自己捡一下，我去帮你找贝斯手，分点卫生纸给他。阿伯，你甲我小倒过一个好无？你扛下就好，紧转来。为什么要我顾？关我屁事！要修过了，吸引啊不？刚刚差点就撞到我的妹妹，应该没事吧？报告老师，刚刚有一个人把它弄倒了，坏掉了，不是我弄的，真的。我就跟你说我没有要顾，关我屁事！你看，就叫你赶快回来吧。你撞的是松鼠啦！刚刚那样跑过去，我给他踢脚，不然我都揍呢。紧来算，好运去还给就好啦。老师，你看他东西弄掉了，要回去写联络簿告诉妈妈。你妈就在那里啦，哈哈哈哈，她就在那里啊。你妈也在那边呢。看得出来吗？那是你妈？我妈